讲道就听福音真声，请曾牧师。主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来到你的礼拜堂，伫你的圣殿中，阮要来敬拜你。恳求你听阮众人的祈祷，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你将你的福音充充足足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是你所听的家字。愿主你的福音，亲像活命的水泉，灌入伫阮的生命中。主开阮的嘴，互阮毋是干那听圣经的道理，互阮担着福音的甘甜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知人是什么？竟然想要用家己的智慧甲理智来讲解你的道理，主啊，阮未堪得，求天父上帝你亲自用圣神，将你的话命显明伫阮每一个对囡仔到老人，互阮的心谦卑柔软，互阮欢喜来接受。主你对每一个人讲话直教，阮拢明白上帝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？主，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，求上帝你的圣神一句搁一句讲互阮听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甲阮同在，是阮祝福互阮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季咱的教会拜六永暗的查经班的主题，咧讲起福音甲幸福。福音是什么？咱伫教会出去遮尔久，所听的姊妹人若问你讲，你基督徒做爱甲人传福音，恁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？亲爱的姊妹，你检我都用足简单你的经验讲互伊听讲，福音原来就是遮尔简单。这礼拜咱的教会查经的主题叫做"神爱世人"，这句话是写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。伊讲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，请注意这句话，甚至上帝疼咱，甚至将伊家己赏赐互咱。耶稣的定十字架是表明上帝家己定十字架。耶稣的定十字架就是表明，上帝看咱沉沦伫黑暗的中间，看咱的软弱撒烂，看咱所受的罪捆绑甲苦楚，咱的上帝毋甘，所以讲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互咱。迄句话最后一句讲，为着要互因得到救。兄弟姊妹，爱甲这句圣经背起来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这句话是整个圣经内底上重要。咱要讲就是福音的基础。亲爱的姊妹，无论你需要什么，福音就是上帝伫你伫各种的情景的中间出声所甲你讲的话。我再解说一摆，福音其实足简单。福音就是咱伫人生中间各种的情景的中间，咱咧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伫什么所在？上帝啊，减讲连你都无爱我嘛？亲爱的姊妹，上帝要开始甲你讲话。福音就是上帝伫人拄着艰难、患难、跋倒、孤单的时，上帝开嘴讲话。所以福音这个字足简单，就是好消息。上帝所讲祝福的话，上帝讲好的消息。上帝讲，我听你，你相信吗？有人虽然听千摆万摆百摆的讲道，道理明明安尼甲咱讲，耶稣听你，但是咱却
无感觉，这个疼是咱的快乐，这个疼跟咱一生一世的幸福是息息相关，有亲密的关系。所听的姊妹，我的老师甲我讲两项代志。第一，你所讲的道一定要有福音，因为伫讲台顶有人讲甲喙角全破，道理规篇，但是迄个道理中间无一定有福音。我的老师讲，逐摆的讲道，迄个讲道的内容一定爱甲人的生活有关系，因为迄就是上帝福音伫人的需要中间，伊通过你来安慰、来鼓励、来勉励、来邀请你身边的兄弟姊妹。现在你若爱听真正福音的讲道，请你爱为牧师祈祷，请你爱为教会祈祷。我的老师嘛甲我讲，你敢有能力通用言语、用文字来解说花的香味？也这你感觉咧？然有什种言语会通有能力通解说讲玫瑰花的香味，甲茉莉花的香味，甲桂花的香味无同款？福音是来真简单，但是有时咱要甲人讲福音，咱甲真简单的物件讲甲足复杂。平平啉一杯咖啡，你啉落你就知好啉歹啉，足简单两句话，好啉甲歹啉。但是有的人就爱解说讲，这个咖啡，这泡的咖啡甲这泡的茶，一泡出来，咱咧讲的迄个乌龙茶，你捌听过？毋知对一种名的乌龙茶讲，啉落去有牛奶味的，有啊？你捌听过？咱嘛捌听过讲，这泡的咖啡，伊叫做有啥物种的花的香味。愿天要上帝，互咱就进来这个礼拜，所听的姊妹，用你的心来听。你甲主讲，主毋是牧师伊所讲的道理，是你伫你的恩典中间所要互我的福音，互我伫你的福音的中间来成长大汉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上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传天国的福音。恁若真爱读福音书的故事的人，恁一定会记这句。特别伫马太福音的中间，伊讲耶稣遍行逐城市，伫逐个乡下、逐个村庄的内底，耶稣进入会所，见到犹太人10个人以上，因就有一个会幕，有一个会所，迄叫做小组也好，或叫做礼拜堂也好。犹太人有10个查甫犹太人。因一定会组织成立一个会所，因为伫迄个会所中间上重要，就是要听上帝圣经的话。因为古早无容易，逐个人手中拢有一本圣经，所以拢爱有一群人，伊才共同去买着一本人亲手用手写的。因为古早的圣经，咱叫做经拙，是用羊皮、用蒲草纸迄个芦苇的草。迄种纸本的圣经也好，也是用羊皮所写，讲做规卷的迄个圣经，迄拢爱亲手一字一字辛苦写出来。所以要听上帝话，毋是遐尼简单，伊需要进入会幕，然后有所有庄头犹太人的士大长辈，因才读这个上帝话。所以耶稣伫一生中间3年的时间，做一个最要紧的工作。伊讲，伊进入会堂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敢已经得到信耶稣的欢喜？如果你若也要真正来做礼拜的时阵是可惜啊！你出你的门的时阵，你心中欢喜讲：主啊，今仔日我要搁去做礼拜。我要甲恁鼓励，因为咱在座拢是真侪人拢是上班族，拜1到拜6，咱真辛苦工作。
拜六礼拜通常拢是家庭旅行、佚佗的时间，但是为什么咱多数兄弟姊妹，恁伫礼拜日带恁的囡仔来做礼拜？妇人虽然也未洗礼，但是妇人比咱中间真侪人更加重视乔恩甲伊恩，因的品格甲因的灵性。乔恩甲伊恩昨昏暗，伊爸爸妈妈为着要爱带因伫教会参加青少期的聚会，也佮准备今仔日的敬拜赞美。乔恩、伊恩很棒，虽然恁少年，但是恁今仔敬的3条歌内底是2条台语的歌。多数少年囡仔拢唱国语的声敬拜赞美的诗歌，但是乔恩甲伊恩今仔日敬2条台语的歌。愿在线上参加台语礼拜兄弟姊妹，恁有享受到这个敬拜赞美所带来台语的诗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已经享受到福音的滋味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最大的心意，毋是要解说圣经安尼那点，最大的心意就是徛伫上帝的面前，用伊的话，用伊的心来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。愿恁一生幸福。我看到人咧阿们，愿恁一生幸福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亲爱的姊妹，伸出你的手，认真得到。因为耶稣讲要进入天国的人是强的人得到，要进入天国的人是努力的人得到。要真正担着福音的滋味，需要付出代价。古早咱的长辈，因要去做礼拜，用行的，有当时行几点钟，才行去教会。你敢会当想象对德堂行去到弯道4-5公里去遐做礼拜？古早的老爸要做礼拜，要出门进前，阿公、爸爸便当摕来，伫迄个电脑内底。有时就放一包米，放几支啊，家己田里内底烤起来的青菜。为什么？因为去做礼拜，爱行几点钟去到教会做礼拜，做礼拜了已经中昼时无饭通食，因爱人摕米去到教会，啊，然后伫礼拜后才大家讲做伙煮遐个饭，啊，食饱了后，佮做下昼的一场礼拜。做礼拜了后，才佮行倒去厝里。但是古早的基督徒，因无嫌辛苦，因嘛无嫌讲我爱佮准备中餐、爱餐，互我兄弟姊妹通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的教会是一间将耶稣的恩典、福音、慈爱。分享给人的教会，做工无嫌辛苦。咱伫主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我哪会当为你做何等的荣耀？你肯将这个工互我做？愿天要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为主做工的人，伊就一定得到上帝。伊亲自所让互你，天国就是恁的。愿主甲咱三甲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将伊的话，所有圣经上帝所讲的话，拢甲生命的救恩有关系。所以福音有人讲叫做救恩，这个字写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牧师拄则甲咱讲。神爱世人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授予伊，目的毋是要审判因伫这个世间的糊涂，毋是，是为着要拯救因。拯救这个字，伫当时耶稣的讲道中间，伊所讲的这个救恩、拯救，这个救字叫做赎罪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守甲医治。这个字是双关语。保守就是讲，我亲像一个保全人员，我要保护你，你出你入，你伫任何情景，免惊，免沦落，
因为我甲你三甲地地。这就是救恩啦！救恩就是咱做未来的事，上帝伊背后伊亲自为咱做，甚至拄则牧师提醒咱，甚至这个字，兄弟姊妹，你离主偌近？你离主偌近？你问我牧师，你这是啥物问题啊？你的心敢有甲主的心搭做伙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伊的心搭伫你的心内，愿你的耳孔去搭伫主的心肝的顶悬。但亲像红儿啊，妈妈抱伊伫伊的怀抱，红儿啊是听妈妈的心跳大汉的，对毋对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你拢听见，愿你拢听见，恁随着耶稣基督的心跳，恁跳出生命的新的气息，迄个叫做信心。因为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咱相信伊，因为咱对伊领受圣神的帮助，这就是今仔日的道理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最可贵，毋是讲道；福音最可贵，毋是一种的字眼，毋是一种的常识财物。福音最重要就是一种的新的画面。当这个福音若入我的心，有一个人讲，今仔日的我不搁再是我，因为耶稣的画面和我全然无同款。以前我的热心是为着要去指责遐个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因误入了耶和华。保罗伊感觉世间只有一个上帝叫做耶和华，较会使去信耶稣。保罗并唔知影，这个耶稣就是上帝家己。直到有一日，主耶稣亲自来到伊的面前，用伊的光照伫伊。圣经的描写讲，迄个光，互伊忽然目睭真失明，像光的强光的一照，伊真变凄迷。伊着惊甲讲，请问你是啥物人？伊用一个足尊敬的话讲：主啊，你是什么人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做礼拜，咱无一定真捌主耶稣。我深深感觉是安尼。因为阮爸妹做牧师有一阵牧师判，但是牧师所讲的道理甲讨论的角度，嘛又有真侪无同款。有时我甲牧师咧开会时，我会感觉讲你所讲的道理，我听袂落去啊！兄弟姊妹，恁敢捌听曾牧师的讲道？恁感觉讲听袂落去？唔免客气。因为咱毋是咧听人的道理，就注定面难。我的老师嘛甲我讲，讲道爱做细事，因为你所讲的道理若无清无楚，会互人绊倒。我深深知影，我嘛深深知影，我努力要用理性、用人的语言、口才说服恁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听耶稣。有简单吗？兄弟姊妹，无简单。一个人欢喜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无保留听耶稣，毋是因为牧师的讲道，是因为伊的心已经互耶稣充满，甲伊挡袂掉，白白得到，白白互人。这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经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你了解一项足简单的道理：福音就是上帝的听，福音就是上帝互你的医治甲拯救，这叫做救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
这个听要互你伫这个世间中间所有的人际关系，拢得到帮助。甲你的朋友的关系，甲你的伫工作场所内底，你的长官、你的下属有关系，甲你的婚姻有关系，甲你的亲人有关系，甲咱伫教会内底有关系。我要甲恁分享讲，有几摆受邀请伫教会陪灵的时，感觉足尴尬。因为原本我感觉陪灵是代表上帝一个真神圣的侍奉，伫咧教会内底来鼓励教会同心合意，为主的圣工复兴。但是捌有几摆足少的机会，迄个陪灵的圣工的中间，迄个时间点不对，因为牧师甲中职，因为同工有困难，有紧张。伫迄个时阵，我心中感觉足尴尬。所听的姊妹，若有主的听，人的紧张，人的困难，人的距离，拢会改变。恁敢有同意？一句俗语叫做“情人眼里出啥？西施”。意思是你心中若有听，你看对方，逐项拢顺眼；你心中若无听，你看逐项事拢不对劲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这个福音要彻底上改变咱的关系，对咱甲上帝关系受改变，对咱甲你周围的人，甚至是陌生人，拢有关。福音就是上帝对你所讲的好消息。福音就是上帝对你所讲的好消息。在你所需要的特别的时刻，上帝一定会讲话。你讲敢有影？一定有影，是敢若惊你听袂到，你嘛听无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上帝常常对咱讲话，但是有时因为咱无注意，咱心内起起伏伏，抵到咱听袂落去，嘛听袂明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上帝福音通常拢是互弱势者，但是咱无一定要真做弱势者，咱才会当得到福音。咱需要真做谦卑的人，咱才听有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一个反省。咱愿意伫你家己安静单独的时，毋免往牧师，毋免往你身边的人。是你单独，伫你单独的祈祷中间，你问你家己讲：今仔日牧师问我一个好问题，我敢有享受做基督徒的人生？如果你若有享受到这个做基督徒的快乐，你的生命嘛有真正见证讲这个福音，互你的生命有真专的无共款。你毋免甲你的兄弟姊妹传福音，你的兄弟姊妹主动的问你讲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甲以前拢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你同意吗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用你的福音，就是对天灵来新的画面改变我的想法。不是干那想法，是能力。上帝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大能力，要互做未来的人有能力。你捌听过牧师讲道，甲你讲，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你就是一个 can do person。你敢要记得迄句英语的话？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你才有能力活出上帝对天理来所想事迄种的权柄。有能力的人，若甲耶稣基督离开，
就亲像树枝剪除落地土里，伊就高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所听的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存出咱的祈祷。这个双手代表咱的祈祷，每一个人拢存出你的手，你甲主祷讲，主求你赏赐我。就圣经内底所讲的，唔免钱，唔免银，来买，来食，来啉。主啊，求你将这种天国的幸福，今仔赏赐给我。咱的教会对今年的2月到今仔日，咱的查经的主题拢咧讲幸福。但是牧师了解一个，我明白有一个。基督徒要有幸福的智慧，爱对来，对圣经。一个基督徒要有幸福的智慧，最重要就是伊静静听，伊相信上帝要通过圣经，互伊找到智慧的找到幸福的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助咱来承受。也来担着上帝福音所赏赐咱天国福音的滋味，然后你将上帝所予你的恩典，你互你的囡仔食。古早囡仔细汉的时阵无迄个果汁机啊，嘛无迄种的啥物叫做苹果泥啦，迄种快速的囡仔要食的，除了牛奶的代替食物的这种的代餐。所以真侪妈妈拢会安那，该补补咧。然后，互囡仔食。今仔日咱来看到这种动作，咱会感觉足奇怪，对无？哎呦，太过贵啊！兄弟姊妹，当然咱毋是用外表，咱知影将上帝所予咱的福音，咱毋是食了才互你的囡仔，是当咱咧食迄阵，上帝五底饼2尾鱼，咱食一喙，然后咱囡仔食一喙。咱做伙全家一人得救，全家得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心中讲主，我要感谢你。我是幸福的人，主我深深感谢你。我是真正幸福的人。这礼拜我对高雄扫墓，我的扫墓无一定是伫清明。这礼拜对到伫高雄，伫我的爸爸妈妈的墓前，伫迄个时间短短，我对心中讲：爸爸妈妈，感谢你！爸爸妈妈，我感谢你，带我入去耶稣，无阻挡我跟对耶稣，佮鼓励我，互上帝做工人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祝福恁，互恁的家庭是活伫上帝的国度的内底。逐摆咱咧讲主祷文，讲愿你的国临到的时，你捌感受到这个祈祷伊的真实性吗？亲爱的姊妹，逐摆咧来主祷文是一个习惯吗？逐摆查经了后，牧师拢招阮用主的祈祷文做结束。迄是一个习惯吗？就亲像祈祷了，拢讲一句阿们。但是如果咱也知阿们甲祈祷的意思，咱就知影每一句你句句慢慢心中念出来的话，拢是上帝信息的应允。关注咱三个地带，相信祈祷，谦卑祈祷。恭敬祈祷，愿主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中。有人看无人看，我拢是基督徒。阿们吗？恁愿意吗？唔免有迄种街头的监视器，你才知影讲，都爱守交通规则。就是下面咱中间可能真侪人，包括我，咱拢捌有迄种不守规矩的。这街头这路都做细条，无监视器，
红灯就给他右转了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生命的中间需要，不是人的感动，是一种的正直，是一种的良善，是一种的自我尊重，迄种的灵点在咱的内底，这叫做活在上帝的国度的内底。活在上帝的国度的内底，没有似是而非的话，活在上帝的国度的内底，是就是是，唔是就是唔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遐的姊妹，伫上帝国度伫伊厝内，做伊的宝贝仔囝。耶稣的八福，咱的查经拄拄过去。八福只有一福，就是愿你的国成做我的国，愿你的国临到。恁就要看见上帝，恁就要互人称作上帝的囝子。天国就是恁的。咱若有天国，咱就无丧向的心。丧向的心的意思就是烦恼明在，烦恼东，烦恼西，烦恼无这通食，烦恼无迄通穿。咱若是上帝国，咱若相信，我的上帝是一个遥我伊力。我虽然不是真好嘢，但是上帝的确在我的人生中间，伊为我陪伴。咱的人生要海阔天空，这叫做富足的心，满足的喜乐。求天父上帝在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个福音深深放在你的心内，脱胎换骨。保罗在伊的哥林多前书13章里讲起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伊个接受落去，伊讲：我细汉的时候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我的想法、我的意念亲像囡仔。但是既然伫上帝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长大成人，伊用这句话，我就弃杀了幼稚的事情。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伫上帝真理的内底，真做一个有主张、有高瞻远瞩，意思就是讲有真超然的眼光。我知影什么是有价值，什么是无价值。主帮助咱，无简单，放落过去对你的伤害，放落过去你做囡仔的幼稚，旧的代志拢叫做过去。一切换新，上帝为好消息入来，上帝将伊的福音甲咱讲，咱就忽然改变了选择，改变了主张，改变咱的自我的意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今仔日的圣经真短，只有4句话，以弗所书2句话，第1章1句13节。第4章13节，伊讲：直到咱教会正遐的姊妹，拢伫上帝真道顶悬合一；直到咱正遐的姊妹，拢有上帝的话做咱的主张，认捌上帝的囝耶稣基督，长大成人。所听的姊妹，爱做清楚的真正的基督徒，爱当大人。今仔有真侪中药的广告咧，有一味药啊叫做当大人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来到教会，咱要安怎当大人？互主的灵进入你的内底，互主的话入你的耳，对遮到遮，佮倒来到遮，对遮到遮，佮到遮。为什么？对听到思考，安静的想好。然后成做我的想法，主帮助咱。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常常邀请咱参加查经班，不是因为牧师无伴。我若甲这查经班拢关起，我唔免一礼拜了遐，唔袂使讲了，安尼对上帝真唔对。我真欢喜，伫每一个礼拜用足侪时间。比我拄来到德登教会所用的时间更较多，因为我知影
上帝话要永远踮伫恁的心内。我会离开恁，我毋是甲恁情绪勒索，恁会讲牧师，你著莫讲啊，我知啊，但是为什么我会安尼讲？是因为我要提醒恁，趁还阁有机会，咱做伙读圣经；趁还阁有机会，我对恁讲解圣经。我要尽我的心，将我所得到圣经的宝贝，甲欢喜，讲互咱听。真欢喜，昨延安咱的教会青年，因第一次上线，伫云端顶馆参加这个查经班。当然，牧师若带这青年的查经，牧师所用的言语，甲思考的角度会较无共款，因为我会考虑在座的青年，恁的年龄的中间，恁的基础甲恁的思考模式。但是真欢迎恁参加，我相信上帝圣灵会帮助你们。只要你们踏出第一步，将来你们会自己走前面的道路。主帮咱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第二个祈祷，咱甲上帝讲，互我听见，互我听见你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咱。这礼拜落去扫墓的时阵，是有哪去看我的哥哥姐姐，所以我的哥哥姐姐的工厂，阮做伙食中昼，食饱了后，我的哥哥甲我聊天，我真欢喜，我的两个哥哥甲我分享，毋是画山画水讲东讲西，毋是，是这礼拜中间，我的哥哥竟然伫阮食饱了后，我的大哥、我的三哥，伊拢甲我分享着讲，因最近去的教会。伊看到伊的囡仔的改变，伊讲我的囡仔去教会，无共款。伊问我几个问题，伊讲先生啊，伫今仔日即种的社会环境中间，较有的教会是复兴，但是有的教会是死气沉沉，做礼拜、规礼拜，当个内底。那还阁有规礼拜堂内底拢老人，还阁袂歹呢，是规礼拜堂无几个人呢。偏偏是教会，较有的教会是火热复兴，有的教会是死气沉沉。因问我足个问题，伫因咧交谈的过程中，我嘛想到真济。是啊，今仔日偏耶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有的教会真重视清气、圣洁。彼此相听，但是有的教会问题重重，是不？但是咱捌想过，为什么嘛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今仔日的现代人，今仔日基督徒，伊将福音看作什么？真无共款的注定。一个人若将上帝看作宝贝。将上帝话当作福音，伊当然对上帝话尊重，互上帝话成做伊脚前的顶路上的光。我的三哥所讲的话最重要，就是因为伊足疼伊的查某囝，宝贝仔查某囝，所以伊的查某囝伫厝里内底，就真自在。咱人讲可惜啦。对伊的老母，对伊的老爸，但是伊讲，先啊，阮查某囝最近去今年教会了，拢变呢，做小组长伫教会内底，即摆那电话中起来，就是咧甲人鼓励，就是咧人祈祷，较差遮济。我真欢喜，我无法度背叛我的哥哥的事，上帝亲自互阮的亲人，伊嘛享受着。上帝的陪伴，甲教会所带来祝福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加添这个教会，伊应该有的。我阁讲一解，咱做伙来加添这间教会应该有的属灵的特质，恁愿意吗？奉主的名祝福恁开窍，奉主的名祝福恁。对恁的内面看到你，上帝予你的恩赐，
才能甲宝贝。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愿意将我上大的恩赐提出来，互教会分享。互做名叫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将上帝所予你的宝贝带到这间教会。有可能就是你的慷慨，有可能就是你心中对人的迄种热情，有可能就是你对上帝迄种话语的敏锐的欢喜，有可能就是上帝予你有一个真深的同理心。你有看到人的困难，你就会唔甘。所听的姊妹，唔是不差你一个人，咱大家人拢是这间教会真重要的同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看能看见，听能够听得懂。圣经中间耶稣讲有两种人，因虽然有目睭，但是看不到；虽然有耳孔，但是听不明白。但是耶稣讲，恁唔是安尼，恁听就听见，看就看明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无过再做一个度孤的做礼拜基督徒。咱每一个人，上帝的话虽然牧师讲甲安尼遮尔抽象，但是若有圣心伫你的内底，你听就明白。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除去你眼前的障碍。圣经讲，真侪犹太人因为什么无了解上帝的话，是因为伫因的生命中间有一寡属灵的障碍。伊用一个物件来代表手巾仔，一条手巾仔甲你砸掉咧，你就亲像青梅看不到头前。今仔日耶稣基督来，甲这条手巾仔甲咱偷开，咱忽然读圣经就读有，听讲道就明白，安静祈祷的时阵就感动，上帝帮助咱，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底。这个世间无拢是清气，所以2000年前的保罗就讲出这句话。伊讲伫这个世间有一个生命，伊蒙蔽了福音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伫这个世间有真侪道理，伊引诱迷惑耶稣基督的学生，互人听福音，则左右为难。我唔知恁有这种的情景无？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不是左右逢源。也不是左右为难，是当上帝主耶稣基督福音临到你的时，无有任何人、任何事会通蒙蔽假当主耶稣基督所带来上帝福音，甲伊的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冷静、安静、敬虔；冷静、安静、敬虔；冷静、安静、敬虔。恁就要听到上帝的福音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咱要听什么人的？听这个世间的主张，还是听耶稣基督的主张？咱甲主讲，独独你是我的主，恁敢讲吗？恁愿意讲吗？恁愿意甲主讲，主我一生拢交互你，你愿意吗？愿天父上帝接纳每一个伫伊的面前，甲主耶稣安尼回应的人讲：主耶稣，我将我的一生全然交予你。愿主赏赐你一条新的活路，全然无共款，充满主的恩惠。耶稣讲：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恁会记得吗？当咱甲主耶稣讲。主，我将我一生交予你的时，精彩的事情从今天开始，精彩的人生对今仔日开始。愿上帝祝福咱的囡仔，是因目前的阶段无法度想象将来要发生的代志，
愿主祝福咱的囡仔，好好保守恁清气的心，伫每一个阶段做每一个阶段的工作。愿天父上帝保守所有的青年，就是上帝将来要大大使用伊手上的宝贝。你们每一位，上帝将伊的能力、智慧赏赐给你，这就是代表的祈祷。讲求主将你用你的真理引出我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我的上帝。求你照你的话教示我，因为你是上帝。上帝所讲的话，虽然有时咱未理解，上帝较遮尔歹，上帝较遮尔严格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知影你不是安尼。在你的听的中间，求你帮助我明白，因为你要带我行义的路。今仔日的金句，上帝的话就是圣经，圣经是圣神的启示。在咱人生中间几项代志，要造就咱。伊讲上帝的教示，上帝的督责。上帝将咱对失迷路中间，把咱带倒来，叫做归正。上帝将伊所有一切的良善美善，上帝将伊完全的迄个所有一切的水真善美，让咱显现。上帝圣经讲这的事，愿听的人、读的人，恁的人生得到造就甲利益。然后，恁的生命长大成人，伫恁的将来有能力做各种的好事。阿们嘛！愿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的头前到咱的一生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手中喜乐伊一切的拯救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做伙来享受，咱做伙来享受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，咱甲主讲，主我要静静听，主我要静静听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神踮伫我的内面，互我有能力通分别，什么种的话是你讲的，什么种的话毋是你讲的。求主帮助咱。今仔台湾最大的治安的问题是什么？今仔台湾最大的治安的问题就是诈骗集团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时代，咱会当对上帝话，通得到清楚判断的能力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降临，进入阮的心中。亲爱的圣神，看阮的手，安静我的心，互我静静听候，听上帝的声。祝福每一个伫你的面前讲阿们的，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互阮的生命伫圣神的帮助中间，看见天为着阮开，将你的光照伫阮头前的道路，互阮无丢达，互阮无跋倒，就看阮的手行义的路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